每一當過年期間，過好交通就是市府上大的挑戰之一。今年高雄局針對熱門景點、主要幹道的車流管控以及旅客運輸服務等，提前宣布交通動線規劃。市府強調，除了配合中央高承載甲匝道管控等措施，嘛將提供公車優惠、路邊停車暫停收費等便民做法。其中因應2月20日開始。寶可夢活動的大批人潮，嘛規劃好接駁服務，配合中央的高承載管制，以及這個匝道移控管制。另外呢，在市區道路上，我們特別在春節期間停車，這個免費停車，路邊的停車是免費的，那可以讓民眾更方便，那也可以讓外地回來的或者是說本地的民眾出遊能夠更方便。那另外呢，在大眾運輸系統方面，這個計程車會增加一點這個運費，那我們這個公車還是會再加班，在春節期間疏運。另外在一些景點的部分，我們也提供一些更多的停車位，讓很多來景點遊玩的民眾能夠更方便。市府今年特別選在和順轉運站來召開記者會，嘛是要爭取舊過2026年職棒開幕，3月29將在亞太棒球訓練中心來登場。未來這將成為大型活動甲球賽重要轉運點，呼籲民眾多多利用大眾運輸，避免塞車。台南新聞阮子採訪報道。